作為一個28T 花嘅事。
J2有時幾款我見比較超到價，收咁大個圈，我心諗佢直接行呢條路落去，跟住直接派價加翻28B落去康寧嗰度接晒啲方法。係咯，有可能，一切都可能 just 都認。我都唔明白，成一班入嚟開係點做法？我覺得九巴咁樣做咧，就係你知唔知呢架車啱好遲分鐘先開嘅？遲咗。乜都要遲，九巴笨我蛋。啱啱以為佢派咗條格，跟住之前一條佢價錢錢。係啦，跟住啲嘢係直接走咯。牛 B 牛 B。彩福嗰度好似有個梯係咪啊？呢個絕對冇嘅。九巴彩福呢度係咪有個梯？呢、個影唔影到啊？呢、個有啊，我影過啦。影過 OK 啊嚇。可以啊。咁我下次支持啊。但係建議你喺呢個地方。好的，我下次再衝裕民坊嘅。裕民坊容易香啊嘛，所以我咪彩福睇下呢啲地方有冇。登到呢度10咩？舊嘅牌。你咪玩我。爆到要當場搭巴士上到去康寧點嗰度。開卡片嗰種。九巴你好意思啦，俾翻個解釋我。前面嗰個係我而家翻緊嚟㗎嘛。